前几日台中传出有国校的棒球队教练性侵学生，即马搁逼讲这个教练的校长也捌甲查某学生性骚扰，目前搁伫咧台艺一间国校做教练。教育局表示，这案性骚扰有成立，嘛有处分，不过嘛无符合无责任的规范，所以伊才会当继续做教练。台中市一间小学的棒球队教练，传讲长期对囡仔性侵、高翕影片，造成囡仔身心受到创伤。目前清查有31位被害学生，学校除了继续扩大稽查，也讲当初学校确实对无信任教育人员系统无做好清查的工作。他有C级的教练证，所以那个时候C级教练证的申办必须要减负警政单位的良民证。所以我们会相信他拿了C级教练证，他就有所谓的良民资格。这件案件又搁伫咧调查的时阵，面内又搁讲，这位教练的校长也涉及对学生性骚扰，即马也搁伫咧大雅区一间小学做棒球教练。从111年的1月份到现在还在任教，还在这个学校。对啊，居然的回答说他没有不是任教师啊。面台讲，这两个教练是共乡，也是学长学弟的关系。2019年伫咧共一间学校的棒球队任职，其中做总教练的学长涉嫌对女学生性骚扰。2021年10月性平会议成案，同年的11月离职。因过伊伫咧过当年就走去台中市另外一间学校工作，学校明显有失职。因过学校讲，迄当阵并无查到无责任教师的记录。教育局也讲，这个教练无符合无责任的相关规范。我们性平委员是认为是说，虽然纯粹属于开玩笑的这个部分，但是已经造成当事人不舒服。性平的报告只给予4小时的一个性平的教育，没有符合相关的一个规范。如果学校按规定每年将所有的教职员的名册在这个系统做一个勾勒，其实他就可以查出来这个教练其实是有犯罪记录的。人本基金会讲，2021年进前，无责任教育人员确实系统内面是无法度查到深受前科。不过，2021年了已经会当查到，学校应该做好逐年审查。教育局除了应该加强督导，对无责任教师也搁伫咧教育现场也会自我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